新闻开始来看第6号风台，目前的中心位置是伫台北东北方380公里的海面上哦。暴风圈已经进入台湾北部甲东北部的近海，嘛影响到新北市、台北市、基隆甲宜兰。咱来看气象局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。卡努台风目前的中心位置呢，大约是距离台北东北方33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。那从它的动态上来看哦，卡努台风它目前呢，缓慢的朝偏西的方向上来移动。那我们预计今天的深夜到凌晨的时候呢，它会开始逐渐的向东北回转慢慢的离开我们哦。不过这个速度上来讲是比较缓慢的，而且它由于导引气流比较微弱，所以这个预报路径上什么时候开始北转，其实不确定性还是有的哦。从现况上来看哦，影响最明显的区域呢，还是在台风外围、台风本身环流的影响之下，可以看到主要就是北台湾的部分哦。今天下午的预报图来讲，就是大致上符合我刚刚说的趋势。到了今天晚上，我们预期一直到明天这一段时间呢，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这一段时间呢，预期西南风的影响会逐渐的增强。可以看到，其实在苗栗以南的区域呢，其实影响是相对北部来讲更大的哦。可以看到，其实尤其在山区的部分呢，容易出现局部性的大雨或者是豪雨。那中南部山区呢，还有可能出现局部性的大豪雨。另外，北部地区呢，其实可以看到，其实雨势上来讲都会是差不多的哦。北部的雨受到环流的影响，那都会是一阵一阵的断断续续，一直应该是说持续性的都会有间歇下雨的状况。